好，咱继续来关心地方的消息。黄金密报当年拢会飞去台南大社国小，最近学校就打造生态教室，也这个生态教室呢，佮结合媒体哦，互囡仔落去分工，落去做主播，落去做点样书来了解黄金密报的知识。也好好讲这项计划是带囡仔来了解讲环境的教育，也未来呢会把这个课程做好大，邀请更较侪学生来认捌黄金密报。 学生来去做导览，带大家看这间特别的生态教室。这是由民间团体跨国协力捐赠，在台南大社国小内打造生态环境的教育场域。学校也个串联校内的多媒体中心，和学生分工做主播、念影书等，录影片向大家小解，逐当定期飞来校园的黄金密报。然后他就会在我们学校的大叶懒人树那边生活，经过这个导播机，然后给传销。 小改，然后让我们更加的了解。黄金密报过去因为车地受到破坏，佮加上农业影响，地书族群数量减真济。大社国小8当前头摆发现密报，就伫咧校门口的护伞树，迄阵才10桶只，但已经拖到200只。校方这回甲校内现地空间整理做生态教室，结合环境教育，嘛设计系统性的课程，要让学生了解保育行动意义。国历4月。 7月左右，会来遮栖息繁殖，到冬天的时阵呢，伊就会飞转去中高海拔的山区的山洞，来做冬眠这个动作。福人社的帮忙，捐赠了8万美金，能够让这个生态教室能够设立得非常好。那给同学以及不仅是大社国小。 还有附近的许多的小学生都可以来这个生态教室。校方讲，黄金密报伫国际互人来做敬畏不奖，2020年，咱台湾嘛甲来做国家敬畏顶级。为了落实生态教育，学校定期邀请专家入校指导，互老师参社区民众拢有机会认捌这个议题。伊嘛讲未来扩大办友好的课程，互更加侪学生来遮学习，嘛听识这款不奖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